哇！好啦，大家好，翻到嚟頭像貓啊！頭先呢直播呢就有少少嘅意外啦，因為 YouTube 突然之間收唔到啊，所以呢就冇辦法做到呢個現場嘅直播。不過唔緊要，終於搞得掂。咁啊，而家呢就睇睇分析先，因為頭先呢冇同大家直播啦，所以大家應該唔知今期開成點嘅。好啦，今期呢頭獎呢就一注獨中啦，二獎呢都有四注中喎，非常之厲害。咁啊，翻嚟先，咁啊睇翻今期嗰個分析先。今期呢嗰個分析呢，其實開呢唔使睇啦，六個紅波係超級誇張嘅。咁呢老鼠仔開兩個，老鼠仔開兩個，咁啊十個門最旺啦，尾呢就集中喺中間啦。係啦，跟住呢，我哋再望望落球分析呢一個位置。咁呢上期呢，其實係開呢五近一遠，最遠嗰個號碼係七號仔，七號仔。但係呢，你望翻十期前嘅數據，佢呢都係開呢啲熱門號碼比較多嘅。你見啲顏色都比較深啲啦，你就好明顯見到佢係開熱門嘅號碼比較多。OK。跟住呢，我哋再望一望啦。其實呢，100期呢，上一期呢係開4、5個旺熱波噶嘛。佢今期都唔弱，都有成3個旺熱波，3個平藍波。係啦，近排100期都比較常開旺熱波嘅。即係如果你用100期嘅數據去睇嘅話，係啦，前100期嚟講呢，就有3個相同相隔啦。50期同10期呢，都係平時都係開0到1個嘅相同相隔嘅，唔會特別誇張嘅，即係唔會好似100期咁誇張嘅。所以平時呢，你用10期、50期去睇呢，嗰啲相同相隔可以0到1個咁去做一個選擇，係啦。跟住呢，睇翻啊今期嘅呢一張紙先，因為呢，你睇啦，其實佢近排係開旺熱波比較多嘛，就算10期都好，佢都有3個旺熱波，咁你就會見到啦，其實今期嘅6號同13號都喺度嘅，咁啊7號喺冷門度嘅，都係講緊係用緊10期嘅數據啊。咁啊靚嘅相同相隔呢，就只有得35。不過呢，今期嘅號碼呢，都可以用加10減10嘅原理去推導都得。19減1就係18啊嘛。咁你44減10就已經係34。係啦，45減10又係35。其實今期啲號碼都可以用到加10減10嗰個加1減1嗰個 concept 去揀出嚟嘅。係啦，唔知大家仲有冇堅持用呢一種方法啦？跟住呢，去翻呢個中獎號碼組，咁啊6中3呢，有3組嘅，呢3組都係嚟自呢每月嘅第8期，係爭在你用嘅係幾多期嘅期數啦。咁呢，佢講緊係旺波入面嘅平碼，係啦。另外呢一期係今期嘅手抄片，綠色嗰條。如果你今期喺8點鐘有睇到呢一條片嘅話呢，咁你應該有機會7個中3個，係啦，因為佢個旺波呢個係計緊平特碼啊嘛，每月嘅800期，800期嘅每月第8期先啱。咁呢，推咗7個號碼嘅旺波，如果你今期有睇綠色嗰條片呢，咁你應該呢就有呢度，係啦，7個中3個都唔差，係咪先？3個半呢，就星期4嘅數據開始出返嚟啦，已經過去都幾期都提咗大家用星期4嘅數據㗎啦。4個字就，喂，7中4喎嗱，800期同1800期嘅分別，呢度係800期同1800期嘅分別。講緊都係用緊每月嘅第8期，都係用緊旺波入面嘅平碼，即係後面呢兩組係對嘅，只係爭在1800同800嘅分別，但係都係講緊一個係7中3，一個係7中4，係啦。
睇埋落去先。嗱，28中4都有嘅。綠色嗰條片另一組數據，落球順位旺波就28中4，但係呢，你比起7中4，講緊同一組7中3啦，嗰個係因為上面係平馬嘛，頭先係7中3係平特馬，講緊旺波係啦，呢個呢就28中4。4個半星期四，全部都係頭嗰3位，頭嗰2位都係星期四啊。嗱，十期數據，你去大數據其實係揾到嘅，不過要自己計啫，係啦。如果免費會員嚟講，你去大數據係絕對自己揾到嘅，不過要自己手抄出嚟啫，係啦，係你計到嘅，你有機會20個中4個半，係啦。24中4個半呢一組呢，我超粉嘅時候我已經提咗大家㗎啦，我會堅持呢一組數據一段時間嘅。如果你有睇超粉嘅話呢，你應該係追咗我2期都係用緊同一組數據。不過呢，我今期最多都只係揀中3個字一齊啫。但係呢一組數據絕對可以幫到大家中4個半喺24個號碼入面，係啦。如果你係有睇到超粉嘅話，5個字。嗱，5個字，今期益咗大家㗎啦！呢一條片一早公開咗俾大家，喺9點鐘嘅時候，9點鐘咧咁上下啦，26個中5個字，呢一組數據係順位旺波26個中5個，係啦。如果你趕得切有睇到呢條片嘅觀眾們，應該今期應該都有唔少得着啊！26中5啊，咁啊，今期係得9點鐘嘅時候公開呢一條片係得60個人睇咗啫，唔緊要啦。好啦，不過呢一組呢，頭先都講啦，呢一組1800期同800期嘅分別都真係差好大，係啦。不過有片為證嘅就係呢一組26個中5個。5個半，5個半都唔差喎。不過佢係講緊用3個月嘅星期四。今期我集中嘅係用緊50期同2年嘅星期四去做一個選擇。每次到星期四呢，我都提大家一定係用星期四嘅數據㗎啦。哇！我今期都唔差，20個中5個半，係講緊每月嘅第8期。旺波啊，係講緊旺波。頭先咪800期嘅每月第8期旺波入面嘅平馬係講緊7中3嘅，定係7中4啊？7中4係啦，佢同一個 level 嘅號碼波，呢個係20個中5個半。好啦，6個字都有嘅，6個字都唔差，哇！6個字係講緊每月嘅19號啊，講緊用晒咁10年嚟嘅每月19號去做一個統計。好啦，7個字就31個，太多啦，唔睇啦。我係有用到呢一組嘅32個，不過揀唔中啫，都係揀中3個字。另一組超粉數據係呢一組。哇！今期都真係好多數據組都幫到大家去揀中啦。咁啊，今期繼續啦，睇返10期、50期嘅數據先。嗱，以個勢嚟睇呢，佢呢今期開嘅勢呢係跟返10期嗰個走法嘅，係啦。10期旺波。哇！6號追得好上喎。
10期旺波有4個，咁啊應該就唔止呢6個噶啦。同一個 level 3次嘅號碼波應該有唔少嘅，所以如果你要睇多少少呢，就記得去翻大數據啦，記得自己去睇翻呢個10期嘅樂球走勢旺波啦。咁啊要自己計嘅，係啦。如果免費會員，咁啊。10期啊，繼續係偏紅啦，哇拋離得好誇張，上一期都仲係同綠波好接近，但係今期因為開成6個都係紅波，拋離得好誇張，繼續係偏大偏單啦。咁啊組合波就係呢幾組啦，係啦。最旺嘅超呢，雞仔同兔仔都係有9次嘅，都依然係10嗰門啊。上一期呢，已經話俾大家知係10嗰門係最旺噶啦，喺近10期，今期仲要爆開3個，非常之誇張。佢係跟10期個勢去行嘅，今期嗰個攪珠結果。咁啊，繼續5尾最旺啦。咁50期嚟講呢，嗰個變化唔會特別大嘅，因為中間嘅時段某啲波呢開得好誇張，因為喺中間啦，所以一路都仲未篩得走佢。所以咧，你見呢50期嚟講呢啲數據呢都唔係話變得好多。共同旺波就15號啦、26號啦，同上期差唔多。共同嘅冷門就有10號，冇啦，得一個啫。喂，有少少唔一樣，留意啦，呢個係特別啲嘅。喺50期嚟講呢，11號係一個旺波，但係喺10期近排嚟講呢，佢係一個冷門波。留意下11號，係啦，意思即係話佢應該係中間嘅時段呢，50期嘅時候中間時段係旺嘅。但係咧，呢段時間10期內呢，佢都仲冇出現過。以前旺唔代表而家旺，就係咁啦。所以你會見到點解佢喺度喺50期出現，10期又出現呢？但係一個喺旺波嗰邊，一個喺冷門波呢，就係咁啦。50期嚟講呢，都係偏紅嘅，但係咧留意啦，綠波呢係中間旺啊，中間嘅時段開出嘅時候旺，所以呢都仲未篩得走，佢哋嘅比數呢都唔會話拉得好遠嘅，但係呢都係繼續偏大同偏單嘅，前面兩個大小單雙係同10期一樣嘅。今次呢就狗仔啦，唔係喎，都係羊喎，羊啦。狗啦、蛇啦、兔仔呢，都係啲旺嘅生肖嚟嘅。20嗰門都係旺，但係留意啦，10嗰門真係殺緊上嚟嘅。九尾呢最旺，九尾喺50期嚟講旺係因為真係中間時段不斷開九個尾啊。睇翻呢個10期嘅滾動勢先，10期嘅滾動勢。就咁望呢，其實綠波係跟佢嗰個玩法去行嘅，係啦，即係着色零，跟住着色零。其實呢，上次都解釋過啦，呢個其實呢都可以歸類為着色嘅，所以佢都係連續2期着色之後零嘅，係啦。紅波都係有呢個玩法喎，紅波又係呢一種呢，隔2期之後呢就停一停。你望下佢之前都係2期着色之後停，今期又係2期。咁嚟緊個勢會唔會去翻藍綠波呢？因為你留意翻藍波先，藍波着色之後中間空咗4期，再着翻色，而家又係空咗4期。嚟緊藍綠波會唔會出翻嚟呢？咁樣我就偏綠
嘅，藍波可以俾2個到3個佢，係啦。綠波就3個4個都可以，就睇下你張藍綠波嘅比例係點啦。不過當然啦，你可以食住個細偏紅上嘅，殺住上嘅。哇！單雙都真係好誇張，連續3期單雙平均喎。連續3期單雙平均呢，就你要睇多，你要褪翻去50期去睇翻佢嗰個圖案嘅走勢啦，係啦。今期大小就真係反咗一反啦，嚟緊會唔會大小平均呢？哇！一嗰門係連續5期1喎，好癲喎！跟住10嗰門呢，中間你當佢空白咗5期之後爆，咁嚟緊會唔會出返嚟呢邊呢？即係冷靜咗咁耐，突然之間爆開，佢又係咁樣，佢就係正正就係冷靜完之後爆開。40都可以玩對稱嘅，即係呢度中間為1刀，跟住上下3，上下0，跟住上下會唔會1呢？即係40嗰門嚟咁會唔會1呢？如果40係1，30係0，爆開前面嘅話就會跟翻今次個勢就係偏少，即係行翻前面呢啲門路。咁呢個係我自己嘅諗法啫。咁啊，當然你自己要睇長啲啦，即係例如你50期嘅話，你可能你去翻呢一度睇下佢嗰啲大大細細係點樣行啦。佢之前都有試過連續開完之後直插嘅，佢今次係連開3期直插，再彈翻上去，係啦，所以你可以自己留意下，會唔會嚟緊都係彈翻上去呢？定係還是好似呢期咁樣平？就係如果你平嘅話，就會偏細嘅，係啦。咁啊，呢度留翻俾你自己去諗啦。我就揾翻啲相同相隔50期嘅相同相隔呢，多數係開1至2個啦。上期都有同大家講正方框嗰啲係揀1至2個，今期呢就開1個。咁啊，睇翻呢一度啦，5個波，呢5個波呢，歷史上係有重開嘅，2粒點連續4粒點都有試過，所以呢，呢一堆號碼，如果你中意佢重開嘅話，你都可以揀佢。我自己就唔好。好啦，嚟緊啦，靚嘅波，第一個26號，都常隔1期開嘅。如果以50期嚟講，佢有成6次都係隔1期開，個次數嚟講都多嘅。倒數模式今次都幾多下，不過呢，如果計呢，我會計呢19同30係兄弟波，即係呢2個波都係倒數㗎啦。爭在我擺咗佢落兄弟嘅原因係因為佢哋一齊開完之後一齊隔2期，再一齊開，再隔1期，係啦。呢啲就係倒數模式之餘，佢又係兄弟波。其實26同40都係一個兄弟波嚟嘅。如果你要計嘅話，寫埋啦，26、40都係兄弟波。32，如果你將呢一粒點呢合埋個9呢，呢度就係10，就會同前面呢一段時間呢好相似嘅。所以呢，呢個表呢，大家係有時係要自己去計數，將佢哋合埋一齊去諗一諗，究竟佢嚟緊會唔會有類似嘅 pattern 嘅。呢個仲靚仔，呢個27開出嘅相隔期數呢，都係喺4、1、5、6呢一啲嘅號碼入面嘅，所以27都靚仔嘅。4號雖然佢有啲失望，我以為佢係一個靚嘅尾啊，上期係唔係？佢係一個倒數模式，因為上期呢個係9，
8，所以我就計咗落去倒數模式。不過原來佢係一個咁誇張嘅一個雙格模式，80、80咁樣，所以4號呢，我都會擺佢落嚟嘅。係啦，應該就感覺上就差唔多啦。呢個相同相格，歷史上冇相同相格嘅就有呢幾個。39係一個倒數模式啦，隔1期、隔2期去開，咁啊46都係隔2期、隔3期，所以如果你計倒數模式都可以咁諗。如果你等唔切15號嘅話呢，一個好靚嘅鏡像模式呢，即係呢度21155，即係你可以等佢咯，可以等佢呢度變5嘅時候先揀佢，咁佢就係一個超級靚嘅鏡像。咁啊，大家可以考慮下等一等，又或者你中意你咪揀埋佢咯。22倒數模式嚟嘅，隔6期、隔5期，咁啊兄弟波就24號同33號。67都係一個倒數啦。48、10期、11期嗱，之前都有試過隔11期嘅，不過呢個係睇緊50期，喺50期嘅時候斬，但係呢，如果你跳去睇100期呢，呢一個位就未必係即係呢度係11嘅，係啦，呢度未必係11，咁啊未必係會一樣，係啦。43，不過如果下期我係咯冇嘢啦，諗一諗先。冇特別啦。哦，12、13、11、2號、22。個話呢，就會見到呢2個號碼，就喺呢度出現同呢度出現。另一個35就會係45同25， 34同埋36。不過34自己呢，就會係44同24。33，咁即係話有機會見到個兄弟波。好啦，今期呢就提供咗10期、50期嘅數據俾大家睇啦。咁啊，我就會由50期最旺嘅號碼一路數到去最冷門。咁啊，大家就可以根據上一期或者再前一期嘅50期嘅旺熱走勢去揀翻今期啦。記住啊，正方框喺50期嚟講呢，都係得1至2個嘅啫。所以好多時呢一個位呢，都係1至2個起嘅啫。好啦，31號呢係一個好遠嘅號碼波啊，最冷門嘅佢第一次嘅啫，50期嚟講。咁啊，今期嘅分析呢就到呢一度啦。咁啊，祝大家好運，記得按讚、訂閱同分享6合彩頭像貓啦，下期再見，拜拜。